大家好，我係阿咪。話說早前我就去咗意大利，去到咁遠咁難得，當然一定要揾啲當地傳聞鬧鬼嘅地方帶大家去下啦。我身後嘅呢一個城堡咧，曾經喺14世紀嘅時候係一個好重要嘅軍事建築。呢一座老城堡建於1354至到1376年，係當時一位統治者佢哋家族建造最重要嘅軍事建築。而我企緊嘅呢一條橋咧，當年就係俾主人翁喺叛亂嘅時候咧，可以透過呢一條橋走入去城堡，然後咧逃亡嘅。頭先見過嗰條橋係一條秘密嘅逃生路線，一旦發生叛亂，領主就可以直接過橋逃生往北邊嘅神聖羅馬帝國領土。呢一座城堡有7座塔樓，4座主要嘅建築。喺拿破崙時期，即係1796至到1797年，法軍曾經炸毀咗部分嘅城堡，而拿破崙本人都住過呢一度。而去到奧地利時期呢，呢一度就被改成咗軍營。喺1925年，佢就真係完成咗軍事使命啦，首次改為博物館，直到而家。傳聞咧，當年呢一度嘅主人翁咧係一位伯爵嚟嘅，後來佢因為戰爭俾人流放咗去好遠嘅地方，最後亦都客死異鄉。喺佢死咗之後啊，佢都一路諗辦法要自己嘅鬼魂翻到嚟。然後之後好多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傳聞啊，就係話譬如夜晚啊，呢度會啲門自己開關啊，又或者甚至有人話見到伯爵嘅身影咧喺呢一度出現。所以呢，就話佢嘅靈魂係跨越千山萬水翻到嚟呢一度，而博物館嘅工作人員呢，都有時會喺閂館之後聽到一啲好重嘅腳步聲從走廊盡頭傳過嚟。仲有嗰條橋啊，傳聞都話有人曾經企喺橋上面，遠處就望到伯爵嘅身影喺3樓嗰一扇永遠開唔到燈嘅窗後面，默默咁望住佢嘅故土。當日入到博物館，我主要行咗3個區域，不過有一個呢，我冇拍攝嘅，因為裡面涉及太多宗教元素，我就唔想去涉獵啦。入到博物館，進入咗呢一個範圍，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咦，好似唔係太差啫。但係當我再行入少少，先發現原來好多朋友仔佢哋都係匿埋咗。難怪一望入去個大環境嗰度係覺得冇乜嘢，然後先發現原來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形式嘅石像裏面都係有蹺蹊嘅。所以我成日都同人講話唔好立亂攞一啲唔同嘅像返屋企，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冇請到你真係想要嘅嘢喺入面，呢一個形態嘅東西呢，其實係好容易藏咗啲嘢喺裏面嘅。斷斷續續都係差唔多咁樣嘅嘢，直至到我嚟到呢一個位。最初埋去呢，就係特別覺得唔舒服，但係都未睇清楚，因為其實我有少少唔夠高。直至到我真係趌起望入去嘅時候，哇，好實，能量好重，好犀利，我都嚇親咗。不過呢一個範圍都仲可以接受到嘅，嚟緊嗰個範圍先至係令我最震撼地頭痛。一入到去呢一個範圍，成個感覺都唔同晒。首先係極級嘅頭痛，然後覺得一個極強大嘅壓迫感。除咗頭痛之外，連膊頭同埋頸都覺得揦住痛。就算係唔係敏感體質嘅我老公，佢當時都即刻覺得唔舒服，同埋頭痛，同埋覺得有壓力嘅。基本上呢一個範圍嘅周圍，包括啲牆上面啊、啲角落頭啊，同埋甚至去到
天花板、個頂都係佈滿咗密密雜雜嘅唔同嘅嘢喺度嘅，係啦，一啲唔同形態嘅嘢都佈滿咗呢一個範圍嘅。一路沿住樓梯行上去，有諗過會唔會好啲呢？能量會唔會改變呢？因為確實有一啲例子，唔同嘅樓層真係會有完全唔同嘅能量嘅。不過呢座建築物呢，就基本上冇分別啦。只要你喺裏面，就算你喺邊個樓層、邊個角落，嗰種猛烈嘅程度，其實都係冇分別嘅。一定有人會問，咁究竟我有冇見到嗰個傳聞中陰魂不散嘅白雀呢？嗱，件事就係咁嘅。喺呢個地方呢，見到好多唔同嘅嘢，而當中呢，有好大部分都係着住大概嗰啲時候嘅衣着嘅。雖然我歷史差啦，真係唔係好識分。咁但係問題就係，我真係唔知佢哋會唔會有其中一個係個白雀喎？點認啦？所以總結就係，有冇見到白雀唔知道，但係呢個地方有個特別嘅位呢，就係我見到好多嘢，佢哋喺度來來回回忙碌做緊自己嘅嘢，特別係呢條巷個感覺就係一個平行時空，佢哋仍然喺度過緊當時嘅生活，佢睇唔到我，不過我睇到佢。跟住我哋嚟到下一個景點，呢一座古老嘅教堂係供奉一位叫做聖芝諾嘅聖人。不過喺佢嘅地下墓穴裏面，曾經就傳聞發生過一啲怪事。我哋先講下呢一位聖人係乜嘢人？佢嚟自非洲，係一位出身顯赫但係過住簡樸生活嘅主教。傳說佢可以用簡單嘅一個十字架就驅散惡魔，而且拯救被附身嘅人。佢嘅遺體至今仍然係放喺呢一個教堂嘅地下室。轉頭我會帶大家睇下。喺公元380年，佢被葬喺一個古羅馬嘅墓地側邊。信徒們為咗保存驅魔聖人嘅遺骨，喺佢墓上面建起咗第一座簡陋嘅小教堂。呢一個就係一切嘅起點，而令呢一度真正變得神聖嘅，就係源自一場可怕嘅洪水。喺公元589年，河道氾濫，全城被淹，所有人都逃入咗呢一座教堂度避難。傳說洪水已經浸過城牆，漲到去教堂門口，但係就奇蹟咁樣停咗，水喺門同埋窗戶側邊繞咗過去，一滴都冇流到入去。呢一件事就被視為聖芝諾嘅顯靈。200幾年之後，喺公元806年，意大利國王同埋主教下令喺呢一度建一座更加宏偉嘅修道院同埋教堂，並於第2年將聖芝諾嘅遺骨遷入地下室。趁我行緊落去地下室之際，就講下一開始提及過嘅傳說。傳說喺中世紀，有一位神父喺深夜經過地下墓穴嘅時候，就見到一具啱啱落葬冇耐嘅屍體，全身發出朦朧嘅微光，好似有啲乜嘢要喺裏面掙脫出嚟。呢一件事當時驚動咗整個教區，後來啲人就認為係被惡魔附身嘅人，佢哋特有嘅異象。跟住我就分享下我當時嘅感覺啦。確實落到地下室之後，同喺樓上呢係完全兩種氣場嘅。你而家見到呢個範圍呢，係另外一邊嘅地下室係洗手間嗰一個範圍，但係已經足夠令到人好唔舒服噶啦。而喺樓上呢，其實係冇呢一種感覺嘅。至於你話有冇靈體，其實周圍都有靈體噶啦。咁但係好明顯就係落到無論係洗手間呢一度啦，特別再係有遺體嗰一個部分呢，一行到落去呢係好凍嘅。咁係正常嘅，因為地下
低啲嘅地方，溫度係低啲噶嘛，但係你即刻覺得凍啦，跟住毛管凍啦，然後一種寒嘅感覺。然後當我一路行埋去越近呢個遺體嘅時候，哪怕係我而家再睇片，其實我都係有強烈嘅頭痛感嘅。咁見到個遺體又驚唔驚呢？其實有一定嘅距離嘅，唔係真係十分近嘅。而呢一個遺體嗰塊面呢，亦都係戴住一個好似類似金屬咁樣嘅面具，所以其實你根本係睇唔到佢個樣，只係見到佢瞓咗喺度啦，冚住一張紅色嘅被啦。咁當然我估普通人會有一種不安感嘅，但係對我嚟講就唔係乜嘢好特別嘅事啦。最後就帶你哋睇埋呢一個教堂裏面最多人留意嘅另一個地方啦，就係佢嘅青銅大門，上面48塊銅板刻住聖芝諾嘅驅魔奇蹟，例如佢從一個女孩嘴巴裏面將惡魔好似蛇一樣掹出嚟嘅場景，嗰啲浮雕非常真實，亦都睇到有啲人嘅表情係扭曲而痛苦。而當地嘅老人家就話，千祈唔好喺黃昏之後觸碰呢一道門，因為嗰啲被驅趕出去嘅邪靈，或者會遊蕩喺教堂嘅周圍，等住重新附上人身。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先，下一集我會帶你去當地一個擁有凄美靈異故事嘅地方，另外仲會帶你去嗰個我住咗先發現有鬧鬼嘅民宿。今次我嘅意大利之旅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出去拍片俾大家睇，返到嚟之後都花咗好多時間去剪輯，所以希望大家真係會多多支持。除咗用 Super Thanks 同埋 Super Chat 之外，當然一定要記得讚好、訂閱、留言、分享。我哋下集見，拜拜。